大家好，今次沙田日馬上步波馬提供嘅3匹心水，分別係第一場5班1004米嘅常常感恩，第二場4班1002米泥地嘅馬前子，同埋第5場4班1004米嘅榮利雙收。至於2匹落飛精選馬，就落喺第6場4班1002米嘅言之有你，同埋第7場3班1002米嘅超寫意身上。研究常常感恩上季喺5班田草1004米打開勝利之門，贏進優自在2個馬位，再出營跑第2，輸比之後再添2 win 嘅帝豪歡聲1馬位。最後100零米啦，咁常常感恩呢就拋離後邊嘅對手贏出呢場賽事啊！跑第2名嘅馬係進優自在啊，第3名中間有好運寶馬。常常感恩今季前4仗都冇表現，上場賽前評分創新低。結果喺艾少禮胯下輕鬆贏馬，但甩4落5嘅藤黃區一又4分3馬位，艾少禮同呢匹馬相當合拍，同情得2冠1亞全出自佢手筆，復課勇放依然，力足再贏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天天灑落仲係佔先啊，樂勝天下率先上嚟向佢挑戰啊，中間位置有進步騰飛，埋邊係得心之餘啊，出邊追啲嘅馬仲有時尚風趣啊，熾烈神驅中間穿甲戰英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樂勝天下已經將後邊嘅對手遠遠掟甩，贏出呢場賽事啊，進步騰飛第2，熾烈神驅第3。第4名有穿甲戰英同埋埋邊嗰隻得心之餘需要影相啊！咁啊，結果杜婉欣贏完，咁啊都有馬贏嘅，啲馬都得嘅。樂勝天下結果打贏啊！跑第2名係進步騰飛，第3名外邊熾烈神驅。馬林中間係猛將興嚟㗎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凌離標區貼咗欄，仲有個零馬位優勢啊！常常發財捱緊呢個第2位啊，中間馬前子追緊，咁啊再見到外邊遙遙日上追緊上嚟，埋邊咗一隻猛將興，中檔位置起舞飛飛唔夠位啊！最後100零米，凌離標區最少贏4個馬位啊！後邊嘅馬前子呢就上嚟第2，中間常常發財入邊呢仲有隻猛將興啊！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，見到中間位置有型人喎，咁啊埋邊有多彩多姿啊，中檔最有榮利雙收，外邊係火悟空啊，出邊追上嚟仲有一生好彩，埋邊呢就係御蝶翩翩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外邊冚嗰啲馬好啲喎，一生好彩一鼓作氣冚咗上嚟，中間位置呢，咁啊仲有呢隻黑衫火悟空，埋邊係榮利雙收，接近終點一生好彩贏啊，跑第2名榮利雙收，第3名要影喎，有火悟空同埋外邊冚嘅大千紅心啊。今場賽事都係外邊冚嘅馬呢，就較為上算啲，一生好彩外邊冚上嚟，結果再下一城啊！跑第2名呢，榮利雙收啊，響入邊，第3黑衫嘅火悟空外邊追上嚟，大千紅心。喜慶寶排過14檔嘅，9檔都要睇埋啊！凱旋王者10檔嗰隻言之有理係慢啲嘅，咁啊喜慶寶拖喺後邊先啦，咁啊凱旋王者帶咗個面箍都眼望望㗎啦，咁啊前邊快樂神驅望下出邊有快馬啦，就同喜同埋嗰隻精益大師啊，咁啊中間標誌浩瀚就拍住佢㗎啦，咁啊好亂龍呢，就出跑到嗰隻幽默大師，其實跑2步佢都撇下嘅。最後300零米啦，同喜鬥緊精益大師嘅時候，埋邊上嚟有呢隻快樂神驅啊！喜慶寶亦都沿住個中檔推進，後多層嘅馬仲有標誌浩瀚啊，出邊啊實力加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喜慶寶如入無人之境咁，一出即勝拋嚟㗎，第2名嘅馬呢，標誌浩瀚啊，外邊追上嚟仲有隻實力加，第4名呢，好近喎，外邊言之有理。揈出去外邊衝啊嘛，有仍然威風啦，中檔位置係賢力寶啦，最出嗰邊仲有隻穿甲戰英啊！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都仲係超寫意啊，外邊追上嚟咯，就係呢隻標誌極光啊！中檔位置仲有巴基之星啦，埋邊啊星月飛雲，內欄呢仲有隻勁進王者，外邊穿甲戰英啊！最後100米到超寫意響前面走甩咗少少，勁進王者一路衝緊上嚟，有冇機會追過佢要影相啊？第3名星月飛雲，第4名外邊呢？咁啊有藍眼罩嘅標誌極光，出邊橙衫穿甲戰英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超寫意就係擺咗喺前面，大步睇得到唔到啦！勁進王者終點嗰步呢，又似乎噏咗落去，咁啊需要影相啦。第3隻星月飛雲，第4外邊穿甲戰英嘅機會似乎高啲。肉眼睇到出邊過咗咯喎，勁進王者第2名超寫意，第3星月飛雲，第4穿甲戰英。